新聞頭家先來看南投埔里，今仔日是有一隻無牌的貨車拒絕警方臨檢，隨油門逃走。弄警察車滾落街，也去弄到其他過路的車。一路是對國道6號衝到平面的道路，佮衝上國道3號。路尾是一個國道3號台中霧峰路段，弄到警察車了後失去控制，警方把這個駕駛拖落車壓制。目前是驗出駕駛毒品陽性，敢有其他案件在身，也佫來調查。頭前的藍色貨車一直加速往頭前衝，警車跟在後邊，也毋過貨車完全無要停落來，一路烏白浪，也幾啊擺要衝撞警車。警方表示，14早起大約11點接到報案，一台藍色貨車無掛車牌，警方出動攔查，也毋過貨車無願意停車受檢，直接加速逃走，為南投埔里愛蘭交流道駛上國道6號。警方一開始佇國道設置攔截點，也毋過互貨車衝浪，警方一路帶到草屯，也毋過貨車佫衝浪第2個警方攔截點。警車一直掠貨車，佫掠到國道3號台中霧峰路段，直接超車砸落來。好，別停車！也毋過貨車佫一擺衝浪警車，也毋過一擺伊家己也失控，警員隨伊壓槍落車包圍貨車，佫順利將貨車駕駛細正嫌犯拖落車，壓制佇塗骹。初步實施唾液快篩的結果，那毒品安非他命也呈現陽性的反應，涉嫌疑似毒駕。那謝嫌拒絕攔查並衝撞警車，也嚴重妨害公務，並涉及危險駕駛。那後續將依公共危險以及妨礙公務等罪嫌移送地檢署偵辦。細正嫌犯落網了後講，因為無駕照也無掛車牌，才會拒絕攔查。也毋過除了毒駕之外，警方也會調查細正嫌犯敢是也涉及其他刑案。記者綜合報道。